五金班哦，好棒好棒哦，五金班，五金班，欢迎保健。没有喝喝水，外面有饮水机。啊，因为大家都习惯带水，没关系，有带杯子，外面也有饮水机，喝完我们再去装水。今天饮水机，对，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被流失啊？来，我们洗个桌面。先把地上干脆，刚刚用的干脆剪一剪来。好，没有这个比干脆稍微剪一下。嗯。
哦，不错不错，谢谢啊。谢谢谢谢。好了，我们准备那个等一下会给小朋友看，但是如果表现不 OK，等一下也不能做。小乾坤是大家表现好的时候可以看小乾坤。小乾坤呢，等一下看第一集他会给你介绍小乾坤怎么来的。好，那我们呢第二堂课呢上娱乐真经，我要请我们的那个老师来帮我们上课了。好，那我们用爱的鼓励来欢迎我们的一轮老师，爱的鼓励一起来。欢迎。一轮老师。对，以后就是这样子接，因为我们在外面分给补习班，就是我们欢迎哪一个老师，谢谢哪一个老师，交接班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把棒子交给我们的一轮老师。好，各位小朋友，在这边有没有觉得很舒服呢？这个环境很好哦。有电风扇，不只有电风扇，还有冷气，真的是太棒了。而且我们还有电脑可以使用，真的是太方便了。太方便不是太方便了，太方便了。今天老师又发给了各位小朋友又更进步了，每一位小朋友要更进步。所以呢，代表说每一位家长们呢，这个妈妈的辛苦是有代价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上次呢上到，然后有谁可以跟我说呢？哦，这次是跟我先举手了。那哪里呢？光。上次是上到小便的成绩吗？我哥刚刚不是说所以上次是唱到九连胜叫会战胜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对。好 ，OK， 来跟我一样好，这边有两个账字号，都在圈，再加一，再圈一就可以，怎样多一个张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加油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先复习一下上次的，我们从头开始，然后上到九连胜教会上任这边。好，老师喊1、2、3，然后就从头开始念哦。好，最高品质。好，停下来哦。OK，来，老师喊1、2、3，然后就从头开始哦。好，1、2、3。佛说弥勒正普心，弥勒下士不悲亲，寻访齐鲁林三地，拈花映正草山胜，落在中原三清地，大正至刚往桃心，天真收远挂胜号，等待时至点成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臣悔不安宁，亲在人间中华土，九连圣教会上圣。好，到这边。上次有没有还没有背起来的？然后想要这一次背，今天背的。
没有背哦，你回去没有背哦，你回去背了，今天晚上可以加分的呢。对，所以回去呢要背哦，来就可以加分。好，来，那我们从天空老虎水面这边开始。来，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上，所以呢，先回去，然后我们再跟着一起哈，因为有其他小朋友他看不懂，他没有办法直接念出来哈，我们要等小